今年3月，台北市议区宝林地设因为房客咧耍食食中毒，6个人死亡。台北市政府是讲，其中一个外籍受害者已经调解成立。另外，这市府嘛甲相关单位提起民事诉讼，讨这市府先甲因斗出的984万医疗费用。 宝林地设邦克利酸食品中毒事件发生到今，其中一个外国籍受害者死亡个案，家属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来申请消费者争议调解。经过4场调解会议，拢总3个月，佮因为牵涉到百货业者美食广场的保险责任分配，另外开10多场保险理赔争议的研究会议，保险公司同意启动相关理赔赔付机制，顺利调解成立。我们有先达成第一类的。 第一案的死者、被害人的家属有跟业者还有保险公司达成和解。好，那目前和解的内容已经送法院核定。 台北市政府表示，本案针对伤亡者发出24万慰问金，来家属机票也加留伫台湾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，也拢先支付。对于4个住伫家护病房的个案，市政府支付的984万，已经伫10月底向宝林地设也加相关单位提起求偿的民事诉讼。相关业者加保险公司也已经表态会配合。这笔费用上来讲的话，那我们也绝对是在代位求偿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也 希望在整体后续的一个这个赔偿的支用当中来讲的话，也希望保险公司能够来偿还这笔费用。消费局表示，本案6个死者的家庭状况无同，有个案是家庭主要劳动人口，也是经济主要的负担者。未来其他个案，若是到调解过程，会依照状况加保险公司协商。若申请市政府调解庭书，加参与消基会团体诉讼是独立的庭书。 会当同时来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